帶住水晶去拜神，有冇乜嘢正確嘅姿勢？我哋需要留意嘅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咧個願望更加之容易達成喎。嗱，咁喺拜神之前咧，當然係揾條咧自己心愛嘅水晶啦，同埋一條布出嚟，抹乾淨條水晶手鏈咧，先至可以去做喎。其實有幾種方法。我第一咧，我哋面向神明咧就唔好翹腳，腰骨挺直。嗱，將你嘅願望咧水晶手鏈咧放喺左手啊，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，左手係接收能量，右手係釋放能量啊嘛。第二種咧就話水晶放喺手板上，跟住雙手合十，面向菩薩神啊，咁樣係代表咧接地氣，能量先穩嘅喎。好啦，眯埋眼睛啦，開始去觀想你自己嘅願望達成咗。嗱，記住有一點就係咧，觀想畫面要好真實噶，願望一定要清晰，就唔好一味講話我有錢嗱，要變成咧我收入穩定增加，每個月咧都有額外嘅進帳，心入邊咧就想像已經發生咗成事啦，好似真嘅一樣。嗱，仲有唔好貪心啊，一次只要一個願望喎，同埋咧盡量就唔好帶住一啲唔好嘅情緒去拜神。例如啦，我而家好嬲、恐懼去拜咧，嗱，如果咁樣做咧，水晶嘅負能量就會放大咗啦，而唔係正能量喎。只要咧安心等待，願望就會出現㗎啦。水晶睇我 Peter Sir 唔會帶到烏索索。